阿媽 Bro，大家好，又係我毛同大家傾創業。今次想同大家探討嘅係近期新聞熱話本地餐廳嘅倒閉潮。假設如果想接手一間已倒閉嘅餐廳，究竟有啲咩手續呢？首先，餐廳嘅牌照擁有人身份固然係首要。回顧之前疫情時發生企業抗疫津貼並未有落到營運者嘅手上，導致呢種情況嘅成因係牌照持有人與營運者並非同一方。例如，牌照持有人係業主方，即業主將場地連牌照一同出租，甚至係前經營者，亦即東主喺頂讓餐廳返嚟嘅時候，冇執行牌照更變程序就營運，可能係貪個方便，亦有可能係為咗節省額外嘅開支，例如係聘請持牌建築師嘅費用，同一啲政府行政費等。真係好難想像，以上情況竟然係如此普遍。須知餐飲業牌照係餐廳嘅靈魂所在，若果呢個控制權不在我方，可能導致後果，例如係對於某啲特定售賣嘅食物冇執到權作出變動，因為牌照持有人並非東主即營運者。另外就係當有被檢控違規事件時，牌照持有人同實際營運者雙方之責任同理賠將存有爭議。下集再同大家講下其他後果。今集我哋繼續傾下，如果牌照持有人同營運者並非同一方，會帶嚟啲咩影響？其中一個影響就係，對於所租或頂返嚟嘅牌照，營運者並未防範當中有可能係未獲發正式牌照，或者含有違規事項，例如僭建同隱瞞、違規更改內部圖則。其次，第二命脈固然係租賃協議，對於呢啲結業餐廳，必須搞清楚租戶同業主之間嘅繳款情況，以防名不符實，即係因租約屆滿而光榮結業，但實際上係因欠下租債而逃避有關欠債。呢個可以睇返我哋之前嘅影片，應否頂手欠租盤，了解相關嘅陷阱。另外，根據業務轉讓債權人保障條例，有關債務隨住業務資產嘅轉移，亦都可能一同轉到承讓人身上。呢個可能性絕對係個計時炸彈。想了解更多關於呢條條例，都可以重溫我哋之前嘅影片。下集我哋講下點樣可以安全地購入業務嘅資產而不附帶債務。承上集對於點樣可以安全咁購入業務資產不附帶債務，其實喺業務轉讓債權人保障條例入面都有註明，可刊登政府憲報同報刊。公告內容係有關投入該業務嘅聲明，如喺指定期限內冇收到任何債權人之反對交易，就可以釐清該債務之後都同承讓人無關。條例另外都有註明，若承讓人一出於真誠並付出價值購入該部分業務及二在該部分業務轉讓當日，承讓人並不知道，不論實際知道或憑法律構定或認定而知道，他所取得嘅係業務嘅一部分，則承讓人無需根據本條例負有法律責任，承擔出讓人喺經營該業務時所欠下嘅債項同所產生嘅義務。以上重點係真誠，不知道所獲得嘅係業務嘅一部分。呢兩點若要證明嘅話，以一個理性行為分析，必然會作出預先嘅盡職調查，關於相關嘅財務同法律狀況，從而得出呢個結論。就此，我哋都不厭其煩咁提醒大家，當定售呢啲結業餐廳嘅時候，必須要做足查冊，切忌因小失大。如果大家都中意呢啲知識嘅分享，麻煩 like、share 同 follow 我哋會定時為大家分享有關頂讓生意嘅知識。最後提大家，你哋而家睇緊嘅係阿麥拍我毛 Pro。